前时阵有传出麻醉科医生甲病人插管，说去防胃着病。全台湾麻醉医生有1000多人，因也是甲医护人员同款，伫咧前线拼生死。麻醉医学会也呼吁中央，就要比照其他医护人员，咧甲病人咧插管同款，甲因列入去危险津贴补助的范围内。疫情爆发到今，全台湾已经有几百位患者因为病情严重，需要插管或者是用呼吸器。麻醉医学会表示，在因估计，全国超过90%有插管的患者，拢是由麻醉医师来替因处理的。那烂手传染的风险悬，那毋是列伫咧专职病院的医护名单内，因就提无中央补助的防疫危险津贴。麻醉医师他去拆这个非常高风险的一个炸弹的时候呢，他做了比较好的防护，不表示他没有风险，是非常高的风险。是我们很担心的是，比较中小型的医院，麻醉科它本身并没有一些足够的一些影像式辅助工具来进行插管。当他碰到困难插管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他面对的风险就会更高。台湾麻醉医学会希望中央针对去年颁布的防疫补贴甲奖励要点，针对插管甲高风险处理的补助，麻醉医师插一届1万，麻醉护理师一届5000，也若替重症患者开刀开一层，麻醉医师甲护理师拢希望会当有1万。对，有关于这麻醉医师提出插管相关的风险行为我们都会重新检视都会列在我们的不管是奖励或津贴的对象前几天传出台北国泰急诊医师甲阳明病院麻醉科主任，拢因为替病人插管全确诊，就惊疫情继续炭烧，麻醉医师的大头只会愈来愈重。因希望除了危险津贴、正压式呼吸防护面罩，也阁有相关的装备，也会当有够价。记者阿敏珍、林学凯台北报道。